文化部伫今年元旦迄天有提供13岁到22岁学生囡仔领文化币，目前已经有94万人去领。行政院长杜永泰也亲身体验活动，鼓励学生囡仔会当趁过年期间赶紧去使用这文化币。 伫村仔顶面找出来数字，然后2号码后一秒柜仔就马上拍开啊，就会使挑战后一关。过关了后，就当到餐厅围炉，同款的场景，同款的佚佗物仔，行政院长杜永泰顶日啦才来算过。迄天就是院长吼，啊甲几个这少年人吼做阵佚佗，吼啊，但是都是少年人都较高兴，吼啊这院长都哇，这想无安尼，吼，但是嘛是有几个这题目吼较简单的，吼都互院长一寡这提示。好了，上菜记得转给一个团语，有时有效，我们的文化币可以从1月1号用到10月30日。 文化部对2025年开始扩大文化币补助范围，除了原本16岁至22岁会当摕到1200点，佮增加13岁至19岁学生嘛会当摕到600点的文化币。文化部表示，美食逃脱结合新型的基本体验，加上故事场景，真吸引学生囡仔摕文化币去使用。最近可能放寒假的关系，所以真的有蛮多学生来体验的。所以像今天的营业额的话，大概就有到90%左右都是文化币。 根据文化部的统计，伫元旦开放领文化币到达15天的时间，已经有94万人去领，领出率达到45%，拢总消费1.5亿。行政院长嘛鼓励学生囡仔过年要到啊，会当招亲情故宅去耍美食逃脱，也是看国片，除了会当培养感情，嘛会当感受过年的气氛。记者戴阿选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